北北面对疫情的威胁，各县市的市政总是和民众提来做比较。考验的不只是行政首长甲团队的危机反应，更是检验各种作为，敢真正是超前部署，得到市民的肯定。根据昆山科技大学所做的民调显示，包括台南做疫苗、人工智慧防疫系统等创新的政策，以及公办的线顶直播教学，已经累积900万人次收看等防疫，民众有85%的满意度，无满意只有8.8%。面对这项民调，市长表示，面对疫情，拢抱着戒慎恐惧，接下就是努力定性。那我们就尊重这个民调了，反正因为第一个民众还是要眼睛向前看的往过去的防疫，如果疫情不再起来，当然我们希望疫情不要起来，那如果疫情不再起来，就让我们继续再朝向振兴纾困的方向赶快走。那如果疫情再起来，大家走回头路再来做防疫。那不管如何，我们经过这一次的这个非常可以说非常戒慎恐惧的，我们台南市得到一个不错的结果，就是我们的确诊数是6都最少的。我们目前为止官方的这个部分，我们没有因为这个 COVID-19 而死亡的而阳性死亡的这个部分，我们算是交出了一个可以差强人意的成绩单。除了防疫满意度85%，另外黄伟铁个人的施政表现嘛有76%的满意，欣赏度则是达到70%。台南新闻，古文吉和乔邦采访报道。